他性格也比较开朗，我有时候经常骂他，你不会生我的气，说一笑一笑就而过。打个比方，我在店里忙的时候，他在家的时候，他什么事我就打电话叫他做，他什么都帮我做，所以我觉得挺不错嘞。说弟弟的话，我们两个人都是互相心连心。但我想说什么，他就想做什么，他想做什么，我就支持他做什么。两个人也算无从很默契，只是很默契了。我有时候我的哥哥在那里，然后有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感觉到有我哥哥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有安心感比较重，比较稳一些。就比如说他在别的地方一下子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我这里有时候也会感应到一点点说干嘛我今天的心情好像不开心，我也没什么事情，干嘛觉得一直都不开心这样子。他在那边开心高兴，我这里有一点点兴奋这样子。这个缺点就是吊儿郎当，吊儿郎当，做什么就像闹事那种，这是他的缺点。所以做什么事都说我去做，不让他去做了。就是已经变成了习惯了吧，就是没觉什么了。